我叫 Chris， 今年26歲，我憑住自己嘅努力，年紀輕輕就做咗主管。身為主管嘅我，向來做事謹慎，但係竟然犯下咁少嘅錯。原來 Kelvin 係啱嘅。Sorry 啊，呢排成日都睇錯389之類嘅數字。唔緊要，你係咪有近視或者係散光啊？揾下時間去做下檢查啦，知道原因，對症下藥先係最好嘅方法。可能係近視加深咗啩？有好多人以為睇唔清楚就即係近視加深咗，咁其實患有散光嘅人睇嘢都會模糊不清嘅。散光嘅主要原因係眼角膜嘅弧度唔一致，令到進入眼球嘅光線不能聚焦於一點之上，因而出現雙重影像，又或者係視線模糊。好彩冇事，真係時候要驗眼啦。你有散光，但又長期佩戴冇散光矯正及過高近視度數嘅隱形眼鏡，以致視線模糊，出現雙重影像，所以雙眼容易疲累、乾燥，甚至乎出現頭痛等嘅症狀㗎。其實有散光應佩戴可同時矯正散光同埋近視嘅隱形眼鏡，咁就可以睇得清楚又安全啦。散光隱形眼鏡獨特嘅鏡片穩定設計，令光線聚焦一點，但係捽眼就會令鏡片走位，視線就會變得模糊。所以選擇一副能夠快速轉回原位嘅散光隱形眼鏡，可以令眼睛迅速恢復清楚視覺，穩定視力。點解呢排戴隱形眼鏡眼會頻頻乾、紅同埋痕呢？呢啲可能係敏感嘅問題啦。而要減少問題嘅發生，你可以選擇用配方溫和嘅護理液，同埋正確嘅護理方法就係捽、沖、浸。捽同埋沖可以將污垢去除，而且可以避免眼睛發炎同埋敏感。浸可以殺菌，亦為鏡片保濕，令你戴得舒適。今日我明白到一個道理，只要睇清楚每一件事嘅緣由，對症下藥，冇嘢係解決唔到㗎。Bausch & Lomb 散光隱形眼鏡，快速鎖定目標，讓你看得清晰、舒服自在每一天。